12月7號記得投票。大家好，我係1號民建聯葉傲東。為推動齊建好家園理念，我希望同大家共築優質生活圈，推動完善設施圈，建設便捷交通圈。12月7日，請支持我1號葉傲東，多謝。各位新界東南選民，大家好，我係工聯會2號李貞儀，現任區議員、註冊社工。今次嘅參選，希望將最專業嘅服務帶到嚟新界東南地區，希望你都支持我工聯會2號李貞儀。參選立法會嘅使命係將民生訴求直接有效咁樣帶入議會。請支持服務17年、實事求是、人到深到、從不氣餒、絕不欺場嘅方國珊，為你做實事。大家好，我係4號無黨派嘅張美雄，10年區議員經驗，超過10位嘅區議員支持我參選。作為新界東南嘅最強前鋒，我會為新界東南、為香港、為國家入波，突破障礙，踢出未來。大家好啊！我係代表新民黨公民力量嘅新界東南5號候選人陳志豪。志豪咧長期喺社區服務，而家係一位區議員，亦都係一位時事評論員。今次志豪參選咧，我最大嘅目標係要令新界東南變得更加宜居、更加優美。喺呢個交通配套上邊，我哋的確係需要進一步去完善嘅。所以喺今次嘅參選，我提出咗要建設便捷交通圈。喺將軍澳，我哋咧除咗成功爭取東九龍沿線去到馬油塘站，未來我哋都希望可以進一步延伸去到翠林甚至寶林。另外咧，我哋都要喺未來嘅137區咧，係建設一個完善嘅交通配套，係爭取過海路線，亦都係一個信號系統獨立嘅路線，令到我哋嘅將軍澳居民咧有更多不同選擇。馬鞍山方面，我哋都會繼續監督住 T4同 T6工程嘅進度，確保咧可以盡快係完善區裏邊嘅交通網絡同配套。另外咧，亦都要將呢個馬鐵線咧係進一步加快加密班次，令大家咧都有更便捷嘅出行。希望咧大家都會支持我相關嘅倡議。嗱，隨住咧新界東南嘅人口咧都開始慢慢地增長啦，其實我哋都了解到將軍澳同埋馬鞍山區咧，其實都係長期依賴我哋嘅鐵路網絡㗎。咁包括係屯馬線啦，同埋將軍澳線等等。咁但係經歷過幾次意外之後咧，更加明白到過分依賴咧，有陣時都令到我哋措手不及。所以工聯會同貞儀咧都一直去提倡，我哋希望優化我哋港鐵嘅信號系統，增加我哋嘅班次密度，保障我哋嘅居民咧喺便利上面嘅出行，亦都得到我哋嘅提升。除此之外，因為我哋咧喺馬鞍山區將軍澳區咧，亦都可以發展我哋嘅海上嘅運輸網絡，我哋希望咧可以分流一下我哋嘅人流壓力。希望咧你都可以支持我哋嘅倡議。嚟緊嘅10月7號係我哋嘅投票日，希望新界東南選區你都會支持一個可信嘅團隊。工聯會2號李貞儀，多謝你。我認為大方向咧係要減省市民嘅出行時間。我有3方面嘅建議改善。第一，公路方面咧，西貢公路 T4 主幹道、影業路改善工程、清水灣道左轉專線提速提效。研究清水灣第3條路落坑口、西貢馬鞍山隧道打通西貢馬鞍山嘅任督二脈。第二，鐵路方面，我希望加快鐵路嘅信號系統提升，加密將軍澳線以至到屯馬線班次，減少路面嘅擠塞。東九龍線延伸至康城、翠林、寶林，將軍澳南延線接駁至港島，形成一個環迴鐵路，讓居民多個逃生門。第三，巴士方面，優化路線，減少區內兜圈同埋重疊，直達各區。大家好，我係4號無黨派嘅張美雄。新界東南嘅人口急速上升，而家已經70幾萬，加埋將來嘅137區發展，相信會係接近100萬嘅。喺西貢呢方面，我會爭取我哋西貢公路擴闊工程加快，以至清水灣開闢一條新嘅道路連接路接駁我哋將軍澳137區。而將軍澳方面咧，我亦都會爭取將軍澳同日出康城加密地鐵班次，推動6號幹線盡快啟用，打通我哋將軍澳去西九龍嘅網絡。最後就住山上面嘅居民咧，我亦都會爭取東九龍線馬油塘站增設扶手電梯，接駁去到康盛花園、翠林同埋寶林。而最後咧喺馬鞍山方面咧，我亦都會監督現時沙田 T4 主幹道盡快完工，希望可以增加我哋區內嘅巴士、小巴士，提供轉乘服務。
我係張美雄，多謝。咁交通咧亦都係自豪嘅重點政綱，我會建議咧加密屯馬線同埋日出康城嘅班次，將屯馬線嘅終點站由烏溪沙延伸去到14鄉嘅西沙高帕。我亦都建議咧喺屯馬線馬鞍山段嘅月台咧加設多啲咧降溫嘅設施，等大家咧夏天等車嘅時候咧唔使咁辛苦。建議咧開設由馬鞍山去到蓮塘口岸或者係皇崗口岸嘅新嘅巴士線，同埋咧開設由烏溪沙直達呢個沙田新城市廣場嘅巴士線或者小巴線。喺將軍澳方面咧，隨住呢個中九龍繞道咧就嚟通車，建議咧開設由日出康城同埋將軍澳北直達呢個西九文化區同埋高鐵站嘅巴士線。我亦都建議東九龍綠色智慧集體運輸系統咧延伸去到翠林村同埋康盛花園。西貢公路二期改善工程咧必須要提前完工，2032年先完工咧實在太慢啦。